子上干了嘛呀？那么多三万四米地上啦，啥什么东西能好啦？这把啦头了，他进来天是那看里弄大头。哥哥叔叔那么多三十万啦，那这里我说呀那头。两金长个高开里啦啦，打那罗的什么样的钱我这修。两金长个高开里啦啦，打那罗的什么样的钱我这修。娃子上干了嘛呀？能不能当我你个人谁莫啦？上马车不老能你家子不家乡在经过嘛拉球，哥哥叔叔能多三十万啦，谁拉他比我说呀拉头。两金长个自己样儿干不来，看不到他什么样的钱我修。两金长个自己样儿干不来，看不到他什么样的钱我修。娘妈子上干了嘛呀？那么多三子点着了头嘛啦。看着这些我拉些，看样些这个没多钱万吧。哥哥叔叔那么三十万啦，才拿几年我说呀那头。有钱长个那么来那几来，才不说那大样的钱我修。哥哥叔叔那么三十万啦，才拿几年我说呀那头。两金长个那么来那几来，才不说那大样的钱我修。两金长个那么来那几来，才不说那大样的钱我修。抖音。